6場樂善堂杯讓賽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5點正草地 C 賽道1400米焦點馬匹分析1，準輝煌2號近績穩健4/3、2/2、2/5，近5戰全入前5，屬狀態巔峰，檔位適中，8檔利於中段取位。騎師金城剛擅長前領策評分微調56分，1型處競爭區間，配備 BTT 加強集中力。威武年代5號爆發力強，爭奪冠1/7，11年3月8號。評分加號8反映實力，但135磅負重成隱憂內檔優勢，4檔利貼欄省力，練馬師呂健威線調中程馬。金章6號輕磅騎兵128磅3，為全場最輕，一檔手欄好位適合留前鬥後。練馬師加持，告東尼馬房近期中程賽勝率逾20%，此區可望提升狀態。第7場沙普讓賽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5點35分全天候跑道1200米，馬匹平息一蒸蒸日上2號優勢，近績6/18、2/4，狀態持續上升。騎師布文擅長短途搶位，檔位3內檔利前段領放。隱憂評分77，雖負133磅，但近期進步趨勢明顯。配備綁繫涉帶 B， 有助穩定呼吸。自強不息1號優勢，評分79，全場最高。4%、1/2、4/7戰績顯示競爭力，檔位4中內檔。騎師黃寶尼減10磅減輕負擔。隱憂近2場表現稍跌，需確認全天候適應性。假面騎士3號優勢，近期1/8戰績，上仗取勝後評分未大幅調整，檔位2極內檔，配 TT 交叉臂箍提升衝刺力。隱憂出賽次數少，第3班對手強度待驗證。第8場九龍城讓賽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6點05分草地 C 賽道，近6戰5次入前3/1、2/6、2/1，狀態火熱，評分加號8顯進步。風險外檔8需克服位置劣勢，蔡明紹需精準判斷起跑。策略後上型馬匹，適合留前鬥後，草地爆發力強。陸續無限4號優勢，黃寶尼減10磅，實際負磅123，近期狀態回升1/3，檔位3利搶佔內欄好位，風險早段若被擠壓可能影響節奏，需注意步速。賢者無敵1號優勢，全場最高評分110，布文策騎且抽一檔，利前至領放風險，負磅135，全場最重。近2戰表現飄忽，體能存疑。第9場城南讓賽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6點35分草地 C 賽道，1號彭才近績，連續3冠1/1，狀態巔峰。劣勢負磅132，全場最重，檔位9中段需爭取位置。看點蘇偉賢訓練家浩田泰安操刀。若能克服負重，仍是爭冠熱門。5號鐵金剛近績穩定前4、1/5、4/3、3/7。蔡約翰馬房擅長調整中距離馬，優勢嗌到拿策騎，負磅125合理，外檔11需後上戰術。策略後發制人，適合沙田 C 跑道外檔衝刺。8號唐不甩近績近2戰1/3，狀態回升明顯，檔位7檔居中，班德禮擅長掌控節奏，賠率價值評分64有利，冷門之選。第10場賈炳達讓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7點10分熱門馬匹分析，但求開心10號近績11/6、3/2、1星號，近2場連勝，狀態巔峰。優勢評分穩定76，負磅最輕，
115磅，配備 HTT 頭罩加耗泄帶提升專注力。風險檔位12，外檔需考驗騎師班德禮的戰術佈局預測，若出閘後能搶佔中前段位置，有望衝冠。右龍串鳳5號近績4/11年2月2號1，近期首勝打破2拉命，評分加號3反映進步。優勢騎師布文擅長長途賽，副磅126磅合理 ，TT 配備穩定。風險檔位9中偏外，需避免被外搭馬擠壓預測。常拼常勇4號近績3/4/9 5/71，上仗首勝第2班賽事，狀態回升。優勢練馬師姚本輝近期手風順，副磅126磅合理。風險檔位10外檔，可能影響起步節奏預測，中前段發力，爭奪3甲2025年3月9日1/1 9/2 2/2，穩定性極高。近5戰4次入前3評分，加號10分至74，反映競技狀態持續提升。檔位10檔外檔，但騎師巴道擅長外檔後上，搭配蔡約翰訓練，可望克服位置劣勢策略，留後待直路爆發。9號納百川近績4/4 1/1 7/2，近2戰連勝後1次亞軍，評分70仍有上升空間。檔位2檔內檔，班德禮可快速搶佔貼欄位置，節省體力。配備 TT 攜帶助呼吸，適合前置型跑法，控制步速。14號春風萬里近績1/5 2/1 2/3，近6戰5次入3甲，狀態火熱。副磅120磅，騎師黃志宏減7磅，輕磅有利末段衝刺。檔位14檔最外檔，需後上戰術，考驗騎師留前鬥後能力。